真係好唔容易啦。平時搬啲重嘢啦，同埋啲垃圾啦好重啊，搞到啲酸啊、回復啊咁樣咯。佢哋咧工作嘅壓力都好大，想去揾下啲社工傾下偈咁樣啦。第15屆全國運動會同全國第12屆殘疾人運動會暨第9屆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香港賽區義工誓師典禮喺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超過16000人正式獲委任為15運會同殘特奧會義工，組成香港歷嚟最大嘅義工團隊。你哋嘅使命唔單止係在於為賽事提供支持，更加重要嘅係用你哋嘅笑容、細心、專業去展示我哋香港最美好嘅一面，去俾我哋嚟到全國各地嚟到香港參賽嘅運動員同埋觀賽嘅觀眾都能夠感受到香港嘅好客之道。